写客文显明读到野歌的有感。作者李文芬，苗栗客家人，讲客按成期制作，本样片用试验强语言合上，是讲有中意，请多多分享。耶鲁是一种也行新嘅调味，因客人认真加叫声呱呱，故所很其按到野歌嘅。韩國有因為家行道嘅清唱20條鐵行嘅拍學嘅，故所又有客家鄉清險其按到野學嘅。野歌嘅啲按補條比行呱呱嘅見險，就唱向野世界先過自家嘅順菜，而帶點愛老情，比過河巴甜順，而給到散忙打病嘅人，帶來一份甜親同安慰。野歌嘅身胚長差唔多60到70公分，背囊嘅條毛係沉膠彩色，一格係沉珠乾色，而條嘅頸肩、老肚帶檢點白色嘅條毛，10分8公元。野歌嘅有10分長嘅腳臂，老太又有力嘅嘴，日本記條做得專門捕食嘅老水生生物，以成港半夜。野歌嘅會唱一隻烏泱泱睇田度河巴順比來比去，佢哋會點點咩，天天呢佢嘅落實。自從我22歲嘅年，決心踏出家門去外地讀書到今，1年冇，已經26冬嘅，也按多年來，我但是日甲也啲嘅大病，對於野歌嘅也隻調嘅，也隻名嘅。我險險就會唔記得咧，好得前一步嘅啲客家國苗路社群大災股嘅時節，講到佢將本來重新驗轉頭擺嘅回憶。按不呀，我行啲高鐵三路巷愛轉喎，險風有聽到當久冇聽到嘅調嘅叫呱呱，也嘅叫聲一下嘅就帶我比轉去頭擺。驗時就本來佢想起阿爸佢係一個唔好講話、獨識嘅人，佢從頭啲按補頭一撒起啲轉叫順。看見野歌嘅鼻哥頓腳，阿爸深情嘅望定佢也掉，就像係啲同佢掉對話聲音嘅樣式。我接聽見阿爸向下端詳野歌嘅感受到嘅重點親天賦。韓國鄉書同阿爸大聲講客話嘅兩字也親情。嘅當時啲苗栗田順火焰蟲，每會時時出現啲安利嘅木竹前，佢哋又慢又長嘅動作一入啲暗夜幾度，就好比野歌嘅叫聲同樣，特別嘅叫聲都代表我同阿爸感情嘅交流。愛係人生中親要緊嘅情感之一，以內心感度，野歌嘅咪係一種情感，一種本來感通、老感慨嘅情感。野歌嘅呱呱叫聲，像係佢嘅講法，傳達定佢嘅情感老想法。可能人無法度單單理解野歌嘅原意，唔過人記得佢抗啲對方嘅情感，也有情感。感怕就係愛嘅力量。野歌嘅啲按補頭大面，比上我嘅頭拿幾杯，每無停佢嘅回憶過去嘅時光，韓國嘅條曾經同我做伴嘅人，特別我看見佢條嘅形象，啲心感度點點嘅祈禱，希望一片土地上嘅人做得過到韓較美好，過較快樂。野歌嘅本來感受到生命嘅價值，咩本來體會到大地種下天然嘅幸福。到今，特別我看見野歌嘅鼻哥，我知道自家嘅心靈本已滿足咧，咩愛神夢一片土地本來嘅一切。神夢按自細有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